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elen 啊，今日帶大家嚟睇 Lofoten。咁依家喺我身後呢個位置呢，就係 Lofoten嘅水上樂園啦。由於 Lofoten嘅會所真係實在太大啦，行落嚟真係有啲攰啊。不過唔使太過驚，因為呢 Lofoten呢隨處都可以揾到地方俾你休息㗎，去行兩步就有張凳俾你坐低休息㗎啦。Lofoten係屯門最大嘅屋苑，由新鴻基興建，位於屯門恩寶路8號。入伙日期由2023年嘅2月到2024年嘅11月，合共分咗6期，分別 1A、1B 至到 3A、3B 期，由17座組成，提供4585個住宅單位，有開放式至到4房以及特色平台或者天台單位，面積介乎213尺至到1528尺，適合上車、投資、換樓多方面需求。屋苑優點：新鴻基精心打造，主打度假風格，設有40萬尺園林會所，提供88項設施，例如水上樂園、燒烤場、party room、健身室、室內遊樂場、會所餐廳，吸引唔少年輕人過嚟置業。有小朋友嘅家庭好多都選擇過嚟呢邊換樓，仲有好多附近嶺南大學讀書嘅學生過嚟呢邊租住。呢度經過會所嗰個泳池，成個 Lofoten 呢就好似度假區咁。呢度嘅會所呢真係相當之大嘅，行多2行隻腳都攰啦。你睇下，又要休息下啦。好啦，既然休息完，我哋就繼續出發，帶大家睇埋其他嘅設施。屋苑交通配套，門口就有多條巴士線，更加設有接駁巴士，4分鐘去到屯馬線兆康站，亦有中港巴士或者去到深圳灣關口嘅直接巴士。樓下就係5萬尺嘅 Lofoworks 商場，有多間餐廳、超市、藥房、幼稚園，生活配套齊全，日常生活唔需要離開屋苑就可以搞掂。各位家長最重視嘅就係校網。Lofoten為70區小學校網，附近包括小學有屯門官立小學、保良局志豪小學，中學有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、宣道會陳瑞之紀念中學。如果各位想知更多詳情，請即刻聯絡我哋團隊屯門龍一分行，或者直接 call Helen。Thank you，bye。